用一项物件来形容恁某，你会想到啥？阮某就亲像这组喇叭，对演员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安怎讲？大概我咧表演的时阵，伊拢会伫边啊，甲我支持，我足感谢的。阮某就亲像这组喇叭，徛伫遐拢袂晓摇涂骹。哦，足敢讲的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韦德。大家好，我是韦德。今仔是这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啊！阮某特别来台北陪我比赛。我手掣甲安尼啊，是因为比赛紧张啊，绝对毋是阮某坐伫遐咧甲我看啊。台湾俗语咧讲啊，惊某大丈夫，拍某猪狗牛，惊某绝对袂使。但是亏某我查过啊，无犯法。即届我写课本的时阵，阮老师问我一个问题：你若是讲吼用一项物件来形容恁某，你会想到啥？阮某就亲像这组喇叭，对演员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安怎讲？大概我咧表演的时阵，伊拢会伫边啊，甲我支持，我足感谢的。阮某就亲像这组喇叭，徛伫遐拢袂晓摇涂骹。哦，足敢讲的哦。哦，足敢讲，足敢讲的哇！阮某就像这组喇叭共款，你毋管哇细声甲伊讲道理，伊永远比你较大声。哦。阮某就亲像这组喇叭，定伫遐咧甲你看啊。哦。哦，等于有你的啦。你歹啊，你歹啊！其实吼，我最爱耍喇叭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最爱耍音响的。结婚之前啊，我甲阮某伫厝上爱听的是《双人枕头》。结婚了后，我上爱听《志明甲春娇》，因为内面有一句我上喜意，你甲我上好的到家。哦，唱声哦。有一天啊，阮某啊气噗噗，哈，你听音响的时间比听我讲话的时间较长。我讲无啦，啊音响放迄我无介意听的歌，我会当甲转无声啊。啊你我袂使啊。最后30秒，我甲阮某讲，我足爱你的。哦，足假足假。因为吼，你有甲我讲过一句话，讲毋管我伫外口拄着偌困难的代志，至少咱两个各有一个家庭。这句话我肯定生活足甘心的，所以大概我伫外口咧啉酒，甲朋友讲一寡实际的代志的时阵，你支持我的声音队，为我心肝头走出来，提醒我方伟德敢紧转来。好啊，今仔先讲到这，阮兜的喇叭强强要徛起来咯。来咯，谢谢。动袂掉喽！李岩，感谢大家人的祝福吼。我最近吼，真正常常为着囡仔的教育，甲阮某冤家。唯一会当解决的方式，就是送去幼稚园。结果我随去报名，幼稚园甲我讲，阮无收年纪遮大。第一届啊，阮去参观幼稚园，真欢喜。阮囝看到囡仔咪，哇，足欢喜！我看到幼稚园老师，足欢喜。活动一开始啊，老师拢做礼貌的，甲你讲啊，方爸爸，方爸爸。啊，一点钟了后，就甲你讲，爸爸，爸爸。这个时阵，我就跳工徛起来，老师就甲你讲，爸爸，你紧坐落来啦。吼，有够好听啊！我就行喺边啊，甲边啊教材拉来，老师就会讲，爸爸，你莫安尼啦。啊无我会当安怎咧？我某伫边啊，方伟德。规间教室的爸爸拢坐甲定。等到厝，我发觉我后生足够看面色、听话语，看妈妈的表情是安尼。伊就讲妈妈咧生气，看到我的表情是安尼。爸爸咧上幼稚园老师。为着要教育阮囝去听出危险的声音嘛吼，我就会问阮后生。汽车的声音安怎叫？叭叭叭。啊，狗的声音安怎叫？
汪汪汪，甲你考一个困难的，金鱼的声音安怎叫？伊知影金鱼饲伫鱼肚仔内底，无声，这囡仔就是足巧的吧？足巧的吧？我就甲他问，啊妈妈安怎叫？范伟的。我是韦德。我今仔嘛咧来分享我人生的故事。大家拢要安尼就对啊啦。我知影阮某有心的辛苦，因为伊有心的时阵，逐工爱伫大腿煮一支车。煮车的目的是要甲腹肚内囡仔保条的。伊要煮第一支车的时阵，唔敢叫我来。伊讲我会惊，我讲你会惊，我搁较惊。我这体格好看尔呢。哎哟，唔是啦，这若煮无好吼，我会疼啦。哦，你会疼？我来。为囡仔生落来，拢总爱煮200支车，拄到第60支的时阵啊，2支脚已经乌青眼火，我足唔甘的，我带伊去外口食饭补身体，拄着阮朋友，我甲阮朋友操蛋，伫厝我教做的，我要困外口我就困外口，恁唔信啊？来，阮某来，2支脚乌青眼火，乌青眼火，看到无？我拍，拢我拍。阮某听了去上便所，10分钟了后，警察来，讲我拍某，甲我掠走。阮某出来看无我，走去派出所，要甲我报啊！警察甲问：你这乌青，人安甲你拍的？唔是啊，是伊摕针甲我堵的啊！为当时开始的，为我有生的第一天，伊讲要煮甲囡仔出事啊！安尼你搁要来甲报？唔是啊，敲电话报警的是我要互伊知影，谁人开始真正的教做的。哎呦喂啊！今仔讲到这，感谢，我是韦德。我是医师蛋，我自细汉到大汉哦，拢是练体育的。我真正走足紧的哦。我参加过全国国际性的比赛哦，拢捌得过奖。到一届啊，阮朋友甲我介绍讲去一个节目录影，伊讲你若录一集哦，有800块。我想讲一工录3集有2000块，安尼袂歹啊。比我做选手吼，一工领几啊百块营养金，好太济啊。我就决定放弃体育，专心去录影。结果想袂到，我走的速度已经真紧啊，这节目收起速度更较紧。我领无3000块啦，这节目就收起来啊。叫我朋友讲啊，无要紧，无安尼啦，我介绍你来去唱片公司，听讲哦，遐要做一个查甫的团体。我想讲，哎哟，做歌星啊出唱片，敢真好赚呢。我就先逐日出钱去买新衫，逐日出钱去学跳舞，希望讲公司会当看到我真认真。结果，阮公司真诶看到我认真伫跳舞，认真伫准备，甲唱歌嘛认真诶歹听。所以我节目我伫公司安尼收起来啊。也毋过无要紧，这个代志哦，我感觉拢无啥。我决定要来分享一个我这一生当中上界错误的决定，迄就是结婚。人讲吼，要一个查甫人顾好，一定爱顾好伊的胃。哎呦，这点阮某吼是做啊足好的哦。毋过伊的顾是个人愿的顾。安怎讲呢？伊买菜真认真，煮食真认真，煮出来料理嘛认真的歹食。一开始吼，我会惊哦，惊到尾啊，我对惊煞变做期待。我期待讲伊今日到底当煮到偌歹食。当然啦，阮某从来毋捌我失望过。有一摆啦，我朋友来厝里食饭啊，伊就讲吼，伊要煮饭互大家食。饭食了了，阮朋友就甲阮某讲哦，你千万毋通阁煮这啊，你要留一口饭，互开餐厅的人。上重要是吼，爱留一口气，互恁翁啊！我听了笑到我变过啦！结果我某去到3工，无甲我讲话啦。虽然讲我的腹肚通休3工，我想讲安尼嘛毋是办法啦，总是要想办法。我就只好主动甲伊讲话。我某甲我讲，为什么我爱甲你讲话？我实在无步啊！我想讲，只有甲骗啦。我讲我真正足介意你食的料理啦。我只有讲无食吼，我规身躯拢无爽快啦。我某听来喙笑目笑。我看伊随看 YouTube 伫学煮食，我体会一个道理：物件会使学别人食，话千毋通落学别人讲。
想要一句话要甲各位评审讲，拜托爱我过关，无这时间我若回去哦，我某个要煮食。谢谢大家。啊，定定拢人问讲哦，我是安怎维持我的身材？其实真简单，我逐工回去拢会运动1点钟以上。也毋过我有这体格，上重要是要感谢阮某，因为阮某我逐工拢起饱，除了口气吞袂落了后，伊逐工煮的饭我更加吞袂落去。安尼哪有可能大哭呢？啊，这节目播出了后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搁一个歹消息要分享大家。好消息就是吼，我开始变大颗啊，因为节目播出了后，全台湾拢知影阮某煮饭要求我歹食。你连去菜市仔买菜，菜市仔阿姨拢甲讲，你敢真正要买菜？唔好，你较好心的啦，买便当顿就好啊啦。所以我最近吼，拢食好口。感谢公司，我这机会再继续活落去。歹消息吼，就是阮某伊知伊台语无好，讲伊开始要学讲台语啦。前一阵啊，阮朋友对美国回来，到买衫讲要送阮翁仔某，阮某看哦有够欢喜的，就随从去房间试穿哦。啊，穿落走出来对阮朋友讲，杰森。这啥小？阮全部错者想，你敢是你讲啥？会咧。结果伊是要讲，这衫伤细领啦，爱讲伊台语，啥咧学不乱讲，学不乱斗。敢毋过伊毋若学不乱讲，伊佫学不乱听咧。之前我若讲便大喘气过身去，甲西讲来做发挥的时阵，就开始讲好话嘛。倒口尾芳家家，互恁囝是谁拢做头家，应有哦。倒口尾芳关关，互恁今日是谁拢做戏员应有哦。恁遮在场高某讲白目，伊讲问我讲，为虾米要出啥爱做戏员？人是讲做议员。好，师公继续讲，啊，今日医生吼拢圆满成功啊！来，掌声。对啊，恁遮高某讲我白目到有寸，我某甲我徛被拍泡啊啦，我真正无气，所以我即摆有一个体会，我一定爱。好好啊！参加这节目一定爱过关，因为我若继续过关，阮某就继续学台语，咱台湾就愈侪人受到阮某破台语的伤害。而且我即摆开始淡薄欣赏阮阿公啊，伊毋但先走先好命，伊佫会当免听阮某了练笑话，而且佫免食阮某煮的饭。多谢大家，我是阿达啦。阿达啦。